色受想行识合起来，贪嗔痴爱这种烦恼啊，泯灭了我们的灵缘，这个就是众生相。所以你看，有了我相、人相之后啊，众生相啊，表示呢，外在的众生、内在的众生啊，都干扰了我们自信的这个灵缘。外在有这些五欲六尘，名闻利养；内在呢有这些贪嗔痴爱、杀盗淫妄，所以造成了这个灵性啊更加的迷惑，迷惑又造业，造业受果报，结果呢不断的在轮回。那么这个是众生相。那么有的人呢为求现在的福田，为了求养生。